哇！啱啱破版嗰下咧，砰一聲，有少少喊親，真係好勁啊！我哋啲同學。唔單止係蔡老師，我喺隔離都感受到嗰陣風啊！成個表演都充滿力量，而且我哋同學都表演得好有自信啊！蘇 Sir，不如我哋而家一齊靜落嚟，欣賞另一個風格完全唔同嘅藝術表演喎。好，我已經準備好啦。接住落嚟呢個節目咧，就係沙畫表演。咦，沙畫？我就淨係知道平時同學好中意去沙灘玩堆沙，原來沙都可以拎上台變成一幅畫㗎。冇錯啊！陣間表演嘅同學將會用細膩嘅沙畫手法，配合色發光嘅沙台，為大家演繹改編自《賣火柴的女孩》呢個故事。我記得呢個故事係講述一個又凍又餓嘅小女孩喺除夕夜蜷縮喺街角，點燃住手上微弱嘅火，作出一連串嘅幻想。係啊，平時我哋睇書就睇得多啦，但係今次同學會將沙變成畫筆，大家陣間可以留意大屏幕。同學會透過一幅幅流轉變幻莫測嘅沙畫畫面，再配合悠揚嘅背景音樂，同埋同學心情嘅現場旁白，帶領大家一步步走入小女孩嘅內心世界。呢個表演最緊要嘅係，我哋同學想透過呢個表演，同你哋一齊見證天主嘅愛點樣驅走學嘢嘅冰冷，令到大家可以感受到天主對世人嘅大愛。聽落真係非常溫馨同埋非常有詩意啊！咁就等我哋全場一齊保持安靜，一齊靜心欣賞由沙畫班同學帶嚟嘅火柴光裏的溫暖，請大家細心欣賞。今晚係一個寒冷嘅聖誕夜晚，外面落住雪。小女孩縮住喺教堂嘅角落，賣住火柴，又餓又凍。佢雙手合十，向天父祈禱。求下你幫我賣咗啲火柴啦，讓婆婆有麵包食。小女孩點着咗火柴，火光入面出現
咗温柔嘅光，就好似天父望住佢咁。佢聽到一把聲音：孩子，我聽到你嘅禱告啦。小女孩心入面即刻暖咗起嚟。小女孩嘅奶奶出現咗，拖住佢隻手，一齊往教堂嘅方向行。小女孩心入面諗：天父真係喺度幫緊我哋啊！神父喺教堂行咗出嚟，俾咗大衣同埋朱古力俾小女孩。神父俾咗佢一件大衣同埋一啲錢，俾佢買晒全部火柴。佢講：我聽到你嘅禱告啦，天父同我講，你喺呢度。
嚟收到之後，佢覺得好開心。神父帶咗小女孩行入教堂，周圍嘅人開始為到小女孩禱告。佢合埋眼微笑講：多謝天父俾我嘅溫暖。火柴嘅光流咗喺小女孩嘅心入面，就好似天父嘅懷抱咁，永遠溫暖。多謝大家。